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个21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富显，先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台湾验出3件巴西新冠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宣布2个24起14天内北到巴西入境旅客要集中检疫。今日西滨发生重大车祸，疑是大雾雾所致，21台车拢做堆，造成2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美国南部连日受北极冷气团影响，创下30天来上重纪录，重灾区德州损失有美金500亿。新闻开始，先来关心新组成的国安团队，国防部长会由现任的国安局长邱国正来接任。伊表示，换个国安单位思考会更较较长。另外，中国军机阁侵扰台湾空袭，昨昏报来11架次创下2个新高，马仔咱国军会对西南空袭操演反制。由疫情的时代即要展开，总统府19宣布国安团队人事新布局，国安局长邱国正会接任国防部长，23会举行交接典礼。对着接下国防部长邱国正接受访问表示，希望会使斗3工，这几年来加上有国安单位的历练，未来思考方面应该更加周延。我心里觉得，好像以前有些经验，但并不是食古不化的经验。加上讲，目前有国安单位的一个历练以后，我觉得2个融合在一道，会更加的一个思考方面，应该会比较更加周延。而在人事异动的敏感时刻，中共军机继续侵扰。20国防部公布有包含歼10、轰6 K 这5种机型，总共11架次，进入咱方西南空袭，这是2个以来上最纪录。空军派空中巡逻兵力来应对，并且用广播驱离，防空飞弹监控。空军讲，这是中共解放军海空联合的演训，而根据实意图，中共军机演训的所在位在东沙岛北平，而且进入咱方 ADIZ 了后，就关路转去。专家分析，可能跟所来咱方要举行反制演习有关系。明列超演，他就先来进行这一方面的攻防演练，先下手为强。那他在这边做禽收，我们有些演练的科目有必要，尤其是关键的重要的科目，有必要做隐藏。国军计划22在咱国西南方外围的空袭进行空战空袭操演，虽然属例行性演训，采实兵无实弹方式进行，不过演训地点接近咱防空识别区西南角，就此强化国军的应变作为。海巡署3个也分别在东沙群岛甲南沙太平岛执行全岛防卫火炮武器对海实弹射击，这是海巡署甲海军陆战队今年头一摆执行联合军事演练，确保未来若是遭受中共的威胁，咱军有够的防卫的战力。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台湾验出3例巴西变种病毒，为着挡疫边对2个24的0点起，14天内北到巴西旅客入境台湾要集中检疫。另外，但市长表示，上近1礼拜头一批20万ton的 AZ 疫苗就会到岛。巴西新冠肺炎的疫情要持续炭烧，变种病毒的出现，嘛让巴西这1礼拜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排全球第2。虽然国内日已无新增加确诊的病例，不过指挥中心宣布，顶一日3个台湾籍的个案，也就是暗号903、904、甲906，经过实验室的确认，是巴西变种病毒株的感染者。所以，为24饭店开始，只要14天内要去巴西旅游的民众，会比较为英国、南非、史瓦蒂尼入境，或者是14天内有拄则讲的国家旅游史的人入境了后，拢爱带集中检疫所甲做采检。它传播力一定会比较强，那最主要是因为对这些病疫株以前有确诊、有感染过的，相对的这抵抗力就比较弱。因那国内上近1礼拜就会当摕到头一批20万剂的 AZ 疫苗，3月份就会当开始做。即马全国几啊间病院开始调查医护人员做疫苗的意愿，不过部分的医护人员是较想要做辉瑞，还有莫德纳的疫苗。比较多的负面新闻的存在，会看到未来会有一波比较大的医护施打的这个有点迟疑会出现啊，可以预期。那当然，如果一开始买到的是进来的是莫德纳疫苗，我想这个情形就会改善许多。AZ 疫苗我们的态度还是一样，一切是以科学为优先的哈。那我们会密切注意相关听看之后的一些结果到底怎么样。但市长表示 ，AZ 疫苗确实有部分的国家传出对65岁以上的人有不良的反应。对南非变种病毒的保护力无明确，未强制大家就一定爱做 AZ 疫苗。因为台湾做疫苗的比率一向拢真悬，咱国的专家有经验来研判，对欧洲传出不良反应的事件，嘛会持续监测相关的数据。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在61线西边的嘉义云林交界路段，透早发生重大车祸，21台车拢做堆，现场是密密麻麻，意外造成2个人过往，8人受伤。西边上北路段8一时全线封闭，车祸原因搁爱警方调查。消防队用破坏器材，要甲因为车祸弄甲变形的车经互开，甲受困伫车内底的民众救出来。不过尾手发现民众已经明显死亡。21早起7点外，在61线西滨快速公路上北255公里的所在，发生21架车拢做一伙的连环车祸。因为地点伫云林甲嘉义的交界，加上受伤甲死亡的人数多，2个县市的消防队拢赶紧来救人。有2名受困于车内，同时栋梁立即指示现场利用破坏器材将其2名伤患救出车祸现场包括沙石车、大货车甲轿车等等，拢总21架车连续弄做伙。几啊架车严重变形，目前造成2个人死亡，8人受伤。有驾驶讲，哪像是上头前的驾驶车先去轰弄着，后边的车无注意被负打动才会发生严重的车祸。撞完瓦斯车之后，他们2个就是有下车理论，就说为什么要雾这么大，还开这么快要撞他？另外，有几个民众讲，迄当阵迄个路段大雾，为行车记录器会当看到能见度真歹。有人原本车已经冻点所以要是去互后边的车弄着。那时候起雾都看不到哦，那雾蛮大就对了。能见度很低我跟你讲，能见度差不多车头，像安尼车头安尼。车头安尼尔。头安尼。警方表示，这个路段原本因为车祸规个封起来，经过现场事故的排除甲清理，嘛做路面安全检查，确认无问题了后，已经伫下晡2点15分恢复全线通行。若车祸的原因，还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西滨连环车祸的原因疑是大雾雾所致，不过近日中南部早起熬大雾，赛车就要记得开闪黄灯甲雾灯，大安会提醒，若赛车拄到大雾雾就减速，保持距离，减少意外发生。在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嘉义云林交界所在发生车辆连环烧弄的重大事故，敢若是大雾、视线不良，而且无保持安全距离所造成的。详细事故原因也有待警方调查。不过，当民众开车拄到大雾、大雨、视线不良时阵，应该安怎做才较安全的？双黄灯的原因就是我要让后方的人马上知道说，我现在车子在行驶中我变慢了，可能我的车子有故障，让你离我远一点。而后雾灯是因为它灯光一亮的时候，你会知道前面有车，你可能就会跟着放慢。车速减速闪黄灯警示，即个用雾灯来辅助车行业者讲，安能看较清楚。要后壁开车的人提高警觉。道安会也强调爱保持安全的距离。举一例来讲，时速90，小车至少维持车速一半，也就是45公尺；大车是时速减20，场至少爱保持70公尺。更加提醒开车人免凊彩的超车、变换车道，才有法度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平常即便在视距良好的状况之下，就是要保持安全间距这样的一个习惯，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安全间距，插队把它插进去，会让后方车措手不及。大雾看无啥清楚，较引发交通意外。而故宫桥在五羊高架甲南口这定定起雾路段拢装设侦测器，即要头前能见度在300公尺以下就会警示，提醒慢慢开。并没有去规范说365天你有多少天有浓雾就一定要装浓雾侦测器，就等到交替的时候偶尔才会发生的，这个我们就比较不会去设置。高公桥表示，照过往的经验，秋冬有大雾强风的路段，才会装设侦测器来提醒。若是用路人也是讲无段有人反映，也观察是毋是有装置的必要。而气象局预报，所来这几天中南部外岛较有局部雾，也是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开车人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纪录片《无美乐》的主角，也是总统府国策顾问的黄坤斌伯，食到92号，昨昏từ台南后壁处理过身。总统蔡英文甲副总统赖清德拢伫第一时间在面册刊文表示哀悼。第一顶帽啊，定定伫咧顺产，这是昆宾伯啊日常的生活。超过90岁啊，也定定使看到伊骑着电动四轮车到田内顺时的情形。眼前的这片田对伊来讲，毋是囡仔，而是尊敬的祖先。这田这60外担，靠做祖先，因为我细汉就阮老爸、阮阿公用这个土地收成，该养阮这囡仔。
互外界称作昆宾伯啊，黄坤斌致力推广台湾农村的文化。总统蔡英文最摆来拜访，聘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昨日底破病住院，出院了后长期在床休养。20下晡3点外过身，享受92岁。老弟子已经不在趋吉的世界了，那现在庙里要找爸爸的影子，就是要来庙里才会看到他。那后续我们还是会秉持着昆宾伯希望地方发展的精神呢，要配合昆宾伯的女儿，好好的来持续做他一生最想要做的这件事。对着昆宾伯的过身，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伫面册发文表示，伊是每一个台湾人心中的乡愁。甲昆宾伯啊，互动密切的副总统赖清德更加大数两个人伫田内底捕田的相片。在2004年拍纪录片《无米路》，昆宾伯啊乐天知命种田的故事，互后壁种寮社区真出名。伊的一生经过农业政策的变迁，更加要用真深的感情守着台湾这片的土地。出世是台湾人，爱保守这个台湾。然后后边讲土地起价，要后边起厝，迄是对咱的祖先歹交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南部这礼拜受北极冷气团影响，创下30天来上冻的纪录。东西区德州的气温有豆豆回升，电嘛开始恢复供应，不过水道也不通。这场封锁已经害70人过往，高估德州的经济损失到美金500亿。美国德州遭到强烈北极冷气团冰封最降了后，20种出日头啊，气温回升到10度左右，全境发电厂也开始正常来运转。不过因为供电系统受到损害，也受将近8万户停电。真高的低温造成水管拢破去，好伫254个郡有160个面临停水的困境。因为拢无水通用，有人实在想无步啊，就直接把水装伫鼎内底，放伫加速炉顶面主棍来用。伫当局发放管水的所在，因看到真侪车排队要等来领水。Without water and without like electricity and all that, it's just bad, man. It's just it's just bad. 德州、奥克拉荷马甲路易斯安那3州拢进入紧急的状态。总统拜登宣布，德州遭遇重大的灾难，动员联邦的资源协助地方政府救灾。民主党的纽约州众议员寇蒂兹20摕到募集的320万块美金善款，造访休斯顿的事务军行。We hit $3.2 million in assistance for Texans across the state just last night, and I think this shows that New York stands with you, but the whole country stands with you. 德州是美国人口第2大州，是能源石化汽车制造业的重镇，更加是美国半导体产业的中心。北风雪停电4、5天，3星、温蒂堡设伫当地晶圆厂全部停工，互全球晶片欠缺的情况是更加恶化。这场天灾唔但互德州造成50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冲击全球能源市场的绩效。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转来咱国内，即阵南部的水情由悬暗斗，闸门水库的蓄水率存没1成5。有民众发现到家己大埔闸门水库水头的湖底大窟窟，所钻一坑一坑的凹凹，原来是抽堆沙所形成的。2.3米，用笑让涂骹即个窟内寸笑。闸门水库因为可花欠水，致使湖底打起规个看现现，结果煞看到一个啊一个大大细细的窟啊。有的较大坑的，甚至超过2公尺宽，这个情形是真罕见。曾文水库它从蓄水到现在已经逾50年了那这个场景也是第一次才发现的，是不是轻淤的积聚所造成的，还是本身这个水库底下的这个暗流漩涡形成的？这个我们还有待来参考。一个啊一个窟啊，看起来袂输是月球同款，互乡长甲游客看落都感觉真深色。有民众推论，可能是当地淹过捌有泉水，嘛有人认为可能是暗流造成的。不过水利署南水局解说讲，这个窟啊，拢不是自然形成的。上游侧它那边的颗粒比较大，那我们为了增加我们清淤的量，我们就是用抓斗，就像一般我们那个怪手的那个斗子下去那个水中去抓，等水退了之后，就会自然留下一些坑洞。水头的所在，用怪手挖这个彻底的土。若水库较挖大排的所在，这彻底的弄土水分较高，都用鱼船啊，把这落瓜梅抽去水尾。不过，这原底伫水底的坑，即马全部拢走出来，嘛显示南部的水情严重。南水局阁一个提醒民众，要做伙省水，
渡过欠水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府按算在西屯的细滨公园新设一座抗石壁予囡仔耍，结果煞变大石头咧顶路。台中市府回应，因为公园细微，为着安全才无设，会换甲抗石壁设施设在大公园内。带囡仔去公园处流浪流的，大人甲囡仔拢真欢喜。毋过伫咧公园内底一个角仔，放一块像假山的大粒石头，边仔煞无任何说明的牌仔，互人实在是查无即块石头的作用。甚至有民众感觉是要用来提议的。这个看起来觉得没有什么作用啊，因为你看大家都在那里玩，这里有人吗？没有啊，对啊，就觉得改的没有以前好啊，小朋友能够玩的东西变少了。我觉得它只是那种，就是好像一般在公园看到的一个石头上面有刻字那种。台中市西屯区的细滨公园加入市府美落地计划，去年动工改造，除了有出流浪乐酷马。原本还阁规划国内较少看的抗山壁游戏区，毋过改造了后，煞变做无法度使用的石头假山。囡仔看到，敢若会当用手摸。民众至今实在是差伤济。台中市建设局解说，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在地方说明会跟大家讨论的状况下，是有这样的建议，但是呢，后来我们规划的时候是把它做一个意向式的从触摸、从感受那加强其他的游戏地点跟其他的部分，因为市民公园并不大，所以呢，并不适合说大家用那个比较挑战性的。当地居民表示，去年10月底，市府针对西屯区改造6个公园的联合开工典礼，都办伫细滨公园。若是市府要变更设计，嘛无应该干那放一粒无作用的大粒石头。建设局表示，会参考地方的建议，也有相关的需求来做调整。未来嘛会伫较大型的公园规划抗山壁游戏区，互囡仔会当耍了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是世界母语日，李港区台语文教基金会邀请家教托剧团来演小温书上要有一间厝，互囡仔人来听母语故事，顺续思考环境的问题。洪泰为倒位来，大家知影无？为下骹才过来，请真少看，洪泰要来啊！用假声的故事讲出人甲自然的关系，囡仔若学台语，透过故事嘛对生命有无共的体会。希望透过这个短短的囡仔剧吼，讲扣上的这个小温书要有一间厝这个故事，甲这个人甲自然的关系，这款呢，吼大家来重新来看咱家己甲环境应该是安怎的互动。讲母语长时行，即阵愈来愈侪台语家庭的家长选择用全台语和囡仔沟通，希望因自细汉建立母语的基础。就侪母语家庭会做支持的，阮是做感动，因为头开始的时阵讲故事，讲一组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尔，豆豆就慢慢豆豆变济。台语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感觉我甲囡仔讲母语是。为着要传承，希望伊后摆大汉会记哩阿母家讲的语言。母语传承是代代相传，即阵各界嘛开始重视。除了家庭、社区、学校以外，母语的保存也是国家责任。文化部伊是国家语言发展法主管机关，应该爱照这个语法法内面所讲的，爱有国家语言的专责的机构，也就是讲国家语言研究发展中心这其中一项。李港区基金会陈峰辉执行长也讲，即阵有客家委员会、原住民委员会，但是也无和台语相关的专职单位。嘛，寄望民间甲政府会使做伙推动，互台湾在地的本土语言拢会当受到保障。记者杨淑晴、张玉水台北报道。新竹有一间水牛学校课程真心识带多市的囡仔路产摸水牛，体验农村文化，互因了解古早产庄生活。来摸，来摸牛角。头一摆我伫水牛面头前，亲手去扫牛角，虽然讲看起来有淡薄仔惊惊，毋过这囡仔每一个拢喙笑目笑。爬来牛的脚趾柄顶悬徛一日，这么特别的体验，囡仔拢感觉真神奇。牛的尾巴打到头的话，恭喜你会长智慧，这样。我刚刚也被打了。打到头吗？好，恭喜你会长智慧。对。
新竹这间水牛学校，囡仔在遮甲水牛活近接触，可会使体验过去的农村生活。大人拢对上课内容印象真深。这个大都市就是点瓦斯就可以煮饭，但是这还要先锯木头，然后还要干嘛？就是自己用。以前还蛮辛苦的。可以透过学校的方式，来让更多的人，大朋友、小朋友来认识牛的文化，而不是再只是一个重量的概念。所以说，等于说帮牛能够发声，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以前的文化是多棒这样。透过亲身体验课程，囡仔实际参与农村生活，感受平常时踮都市内底无法度体会经验，实际了解做田人的辛苦。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今年2月初，家己布袋的喇嘛队发现9只乌面腊煲中毒，干那救回来2只，到今日野放。保育团体指出，乌面腊煲恐惊是因为生炭堆缩小，食物欠缺，才会去食到死鱼啊中毒。放出来2只乌面腊煲，看起来真有精神，准备要来放线。这是今年6月初，伫布袋盐田喇嘛地发现中毒其中2只乌面腊煲，虽然经过治疗已经恢复健康，不过另外7只救袂回来，已经死亡。那可能就是误食到的这些所谓的死鱼或产生这个肉毒杆菌。保育团体表示，这摆中毒的乌面腊煲，互人发现的时阵，体格看起来拢真瘦，这是无正常的情况。乌面腊煲应该爱食足侪食物，才有体力去背回去，无应该是这种体格。这个地方的湿地，它有160几公顷，已经被盖太阳能光电，那等于说它的栖地已经缩小100多公顷。那不只是栖地缩小，这已经消失的100多公顷的湿地，它相对的它的食物也减少了非常多。乌面腊煲感染病毒，较接是因为食到死去的鱼仔。保育团体表示，今年观察乌面腊煲伫布袋盐田喇嘛地上侪数量有827只，如果食物真是无够，嘛无怪发生这种问题。是希望说我们的养猪大家一起共同来爱护这个黑面琵鹭哈。如果你鱼池里面大概有这个病死鱼的话，尽是把它捞除哈才能避免这个黑面琵鹭的一个误食。县政府表示，乌面腊煲中毒也是上散的情况，甲栖地缩小是毋是有直接的关系？这需要时间来调查，会继续配合保育团体来记录相关的资料，保护这特登飞来台湾的乌面腊煲。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阵台湾的樱花开甲长水，因为无法度出国，各地景点逼人丁，亲像新竹5峰山的农场，樱花开甲开山坪，尤其嘉山城，另外新竹市区的公园，正超过800丛的樱花。杨秀的民众讲，美景比日本无较输。一丛一丛粉红色的樱花树开甲满山坪，放眼看过去，袂输去到日本。海拔1200公尺的新竹5峰山顶农场，有3种无共品种的樱花。今年樱花长开，尤其甲过去相比，加了真多。很漂亮啊，好像近几年来最多的一次吧。对，那每一颗都开得满满的。就真的很漂亮。其实从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明显的人潮增加非常多。那当然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国内游客不能出国，所以往国内的一些樱花景点来跑是蛮明显的啦。除了山顶有樱花通看，无想要走伤远的民众，嘛会使考虑新竹市区内的新竹公园规片的樱花树，目前已经开要9成。边仔有日本式的建筑物，是这站新竹民众较食行大的景点。很漂亮，很浪漫，都粉红色的。今年的花况特别好，可能是因为今年有寒流的关系，所以樱花特别盛开。目前是观赏樱花的好时机，民众除了把握花期，防疫措施嘛得爱这个彻底，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这2天好天出日较烧热，不过受辐射冷却的影响，暝日的温度恐惊差到15度。另外，因为透东风，西半部的污染物雾排，中部的空气品质达到甘色的警示，同齐来关心明仔的气象。北部地区13度到27度。中部地区13度到26度，南部地区15度到29度，
东部地区15度到25度，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虎宪，咱再会。